马太安溪放水湖昨下晡2点50分水电出来，林保署就发出红色的警戒。今仔早起嘛派空拍机去现场来记录目前的状况。传回来画面是显示讲，崩山湖的面积有较细咯，大约剩50公顷，水量剩2300万吨哦。这卖范围已经比之前减少75%。虽然工作人员徛远在翕相，不过桥长迄望年也是真惊人。23下晡，马太安溪崩山湖开始溢流，下晡3点外头一波大水冲断马太安溪桥，1点钟后大水搁再来。根据水尾大水的状况，农业部估计总计大约有超过6000万吨的大水冲落来。这个量体已经减少了75%，所以后续应该不至于形成昨天这么大的流量。大水崩完过当天，林保署再去派空翕机，讲崩山湖原本岸顶200公尺，即马已经下至80公尺，面积嘛大大缩小，干那剩50公顷，蓄水量2300万吨，剩原本的25%。目前评估市区会当做灾后复原，不过提醒唔通挖掘水路。那考量堤防可能有缺口，而且河道本身已经下游河道有淤积，那这边是缩小的，所以是建议就是不要靠近河道。目前当地也是红色的警戒，学者嘛讲，根据学理，崩山湖溢流了后，同款的有风险。依据二山崩山湖做例，目前内底也有水，虽然无危险性，不过感情嘛是爱持续。从学理上判断，危机是降低了，但是完全没有危险也不敢说这样。应该是比较倾向这样，我们不知道底下的还有多深哈，然后挡住它的那个土方哈，是很大量还是少量？监测需要设备，23下溢流，甲水位计即款设备冲走，相关的即时影像设备原本断站，不过嘛伫早起修复，搁再上线。另外，崩山湖灾害前进协调所嘛伫早起8点进驻光复场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